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的，我係吳依蓉。今日同大家紹介吼，都係一個國際派對文化行通喺2025年發生，啊，也嘅好多客家感，吼，都係用5種嘅感官來幫大家去重新發現六桂嘅客家、六桂嘅文化，還有六桂嘅美食。啊，今日來到現場嘅，都係一個行通嘅靈魂人物，而係作家、係調香師，咩人講？范雄青年的代表龔祖鴻先生，歡迎老師。主持人好。今日呢，都還有有請老師同我們分享。我雖然有看到腳本，可是我沒有想到這個有夠認真哎。今天老師帶來很多，我們等一下都可以一一細講哈。因為剛剛有講到五感，所以就是各種感官的體驗，去體驗六桂。不過一開始我會請老師同我們分享哈，就係一開始呢，我有一個客家感。應該是說，我從2017年開始就一直陸陸續續有在六桂推動一些食農教育啊，因為我本職其實還是做料理、做甜點的講師為主。那我們是先跟小朋友做很多的一些食農的課程，到六桂、龍溪2所小學這樣子，然後後來陸陸續續就有接觸到文化局的一些地方小旅行的帶隊啊、企劃這樣子。那後來又跟茂林茂管處這邊有合作一些專案。那這一次其實我們這個客家五感，其實就是因為我們的客委會這樣子每年都有一個這樣子去透過一些課程工作坊去讓大家認識客莊文化，認識在地的這個伙房啊，或者是我們的八公這樣子的一個習俗，所以就透過區公所，然後來委託我去做一個企劃跟執行這樣子。古時候喺區公所錄底嘅，因為有想要做一個有同樣嘅有關的地方，所以那個時候就已經有客家五感這個概念先產生。客家五感應該是我自己去提出來的主題名稱。那這個計劃它其實前身應該是以客家的老屋的活化，然後跟在地的這個職人的培訓這樣子的一個這樣子的主題。那五感是我自己去把它命名的。然後另外就是我有用一個小諧音，就是那個客家的那個家庭那個家字，我把它換成是加減的加，好，就是客家加上五感是什麼？那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們其實目的都是希望讓更多人可以透過這個計劃去認識六桂的客莊，所以我希望它是很生活化的一些課程。那當然我們有很多很專業的老師一起加入我們的計劃，所以就把這個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好，這五感我們把它規劃成工作坊，然後讓社區這些媽媽們，然後一些那個阿孫他一起來參加這樣子的活動，然後他也會因為這樣的關係更認識自己的家鄉有什麼特別的文化這樣子。因為老師這個就係強調咩師傅，剛才你對食的開始咯，因為現場看到你。我看到錄音豚還有來水，看起來真的很好吃。對，老師，你先同俺們介紹，因為你想要做的跟客家的飲食文化有關，不過有冇想要同人做的共用，作為那條個冇共用嘅一條變化。其實這也是會歸功於我有一個阿婆是很會做。那個我們客家的對，那些醃製的東西嘛，比如說高麗菜乾啊，然後這種就是蘿蔔乾這一些，蘿蔔糕啊、臘肉這一些。那所以我從小對於吃的東西就很有興趣。然後後來是做那個甜點師之後，我就想說怎麼把我們在地的食材可以做成甜點。比如說六桂有山茶，好，六桂的山茶，然後我們其實客家常會用一種植物叫做艾草。然後還有像是我們六桂有胡椒，六桂有梅子，我就把它做成是屬於這種比較特別的小點心。對，然後像那個有一顆黑黑那個，那個裡面是有加紫蘇梅，就六桂寶來的紫蘇梅，對，在裡面。然後還有那個屏東六堆，其實很多巧克力粉，那我們就把巧克力跟紫蘇梅做結合，這樣做一個那個雪果餅。然後還有像是那個圓圓的餅乾，那個是用六桂的山茶去磨成粉，然後做的一個山茶雪球。然後那個馬德蓮其實看起來好像是抹茶口味的，其實裡面是有加艾草粉。對，所以是有點艾草的風味的
馬德蓮這樣子。哦，沒給蛋糕的粉，是裡面混在裡面，表面有一點點，然後裡面的主要的味道是艾草加抹茶這樣子。哦，有那個東西。對。哦，剛剛試落去嘛，你都不會硬吃蔥王，因為你就要新開發新的口味。對。我因為是長期都是做教學，所以其實我自己很多這種食譜。那每一次的甜點測試都需要蠻多時間去測試。比如說你一個食材進來，艾草進來，它會有一點點澀味跟苦味，那你要用什麼東西去把它做一個調整，甜度提高，或者是說加一個什麼奶香味進來，它就會讓它整個味道吃起来不會那麼刺激。不然大家想到艾草都覺得好像。其實我也蠻想不到是什麼味道。對，那可是其實它就像我們在吃那個草仔粿，那個都裡面其實就有加艾草，對，在裡面，所以其實它的味道就是那種草香味，對，所以它的味道不能太重，不然吃起來會覺得好像沒熟的那種感覺，對啊，就要花很多時間去做這樣子的調整。你這個就會歸好做甜點，比如說這種的一直不斷嘗試，對你都會很平常的事情。對，因為就是像我們有時候辦課程之前就一定要先測試食譜嘛，所以這算是很日常工作啦。然後我自己對這件事情也有興趣，所以就會覺得不會覺得好像很麻煩。反而會覺得這次有試出來這個東西，覺得很滿意，那我們就會去教社區的人怎麼製作。那做出來之後，他們就有可能變成是社區的特色的伴手禮盒。那我覺得這樣子的回饋是一個很好的循環，就是這樣子。不過我用高功力的想法哈，你假使開發出一個新的口味，你去搞來賣。如別人這個品牌，可是你不是你如黑，你吃到一個新的，如應高人呢？對，我會喜歡分享啦，然後我會希望是教給大家，讓大家可以去刺激大家的創意。比如說，不是說教你做巧克力口味的，你就只能做巧克力，你可以去想說，那我可以在地的什麼味道我可以加進來，就是教他們一個方法，然後教他們那個設計的一些想法，就是。比如說，我們傳統會吃蘿蔔糕啊，會吃那個板吶。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成是比較小的版本，有點像那種冰皮月餅的那種感覺，然後用可愛的一個模具去壓出來，可能烏龜啊或什麼造型的，然後讓他們可以去做一些融入在地的這樣子的食材，這樣子的一個機會吧。如果你一開始作為起點，其實就沒存錢嘞吼。我存錢我來做案是會掙錢，就養活自己可以啦。不過就沒這壓東西很矮耶，你比較不是這個想法。一開始創業的時候也是有，因為我自己其實有開公司啦。那同時間開店跟做地方社造，同時進行的過程其實很辛苦，因為。品牌也剛開始，變成是我只有在我的工作以外時間去做這些事情。那這些事情當然是一部分是自己的理想，會覺得在這個土地六龜這邊成長，然後也受到那麼多長輩的照顧。那我們自己有一點點能力的時候，可以幫地方做一些什麼事情，不敢說是很偉大或什麼，但至少一點點小小的心力是這樣子。那後來因為疫情關係，所以我的工作室品牌那邊是暫時先暫緩，我反而就是把比較多的精力放在六龜這邊的社區跟這些課程的規劃，那反而這邊也發展出自己的一條路了。那我現在就是同時有在兼顧我自己的甜點工作室，然後同時時間可以的話，我們就是會跟高雄市政府啊，或者是一些公部門配合一些比較有趣的專案這樣子。原來是因為安尼，因為疫情影響到本單的生意，結果你有18轉到有18種社造性質的一個部分，對，對地方來講因禍得福，因為疫情影響到你的生意，希望你的生意可能因做因太的可能你估唔到地方的事務，結果不過對於六龜來講因為疫情，結果江州航老師都可以花比較多的心力都社造。古時候有做出的案都非常精美，因為大家如果講哇，英國要變商品嘛，吼，頭都香港都一些是的喲，還有幾多其他的
我們還有看，好有看到有色的，跟還有其他的感覺的體驗，讓你了解下聽。我繼續請龔祖鴻先生同我們分享。分享到咗嚟福喜來嘅現場，今日我哋邀請到龔祖鴻先生同我哋分享，以2022年睇六季做嘅客家語感吼，好多講到是咧都係老師最擅長嘅。啊，對親輩嘅，因為聽點也唔單講說啊，還有要看啊，要講，還有要批嘅到上面，所以從這個越來越擴散出去吼，如果對六季我哋可以融合到嘛個，像馬德蓮可以講嘅艾草。我等一下那個錄完，我一定要吃看看，比種好奇嘅米西，剛還有如何批到的哦。啊，現場看到有做香氛，還夠線香。嗨，哦，就是我們這一次的有一個主題，其實是想要把客家的植物、常用的植物去做一個轉化，所以聞的嗅覺的部分就是用線香跟用香氛的精油去做一個課程。那我們像那個線香裡面就有加我們很常會用的桂花，桂花，然後艾草，然後還有那個大丸牡丹，好，這些的味道，請老師去提煉出那個香粉。然後他做的過程，其實老師有跟我們分享怎麼做那個乾燥的香粉，就是你去想象把那個一些，比如說玫瑰花，你把它曬乾，然後烘乾之後再把它敲碎，然後磨成粉，它就會變成是那個香粉。然後裡面再加一點那種類似粘土的，就是我們拜的那種香的那種土的粉，去把它揉一揉，它就會變成是可以搓成長條狀，然後再切。啊，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三角形的。啊，老師很特別，是他有帶一個很小的那個模具，像那個我們吃那個昂古貴那種小模具，然後他就是用那個模具去做成那個形狀，像香餅這樣子，哦，就是這樣的感覺。所以課程的部分就很多在地的我們社區的人參加完之後就很喜歡說，哎，我們社區有種什麼，比如說香草，或者說有種什麼花，我們可不可以用這種方式做成我們自己社區的線香，做成精油，所以會讓社區有很多的就是產出啦。那所以一堂課其實上完之後，其實它可以發展出很多的課程。像是我們可以是不是我們可以去調查在地有什麼植物可以做成這些香氛的，然後還有像我們可以做成什麼造型，然後或者是你可以有什麼樣的精油的一些比例的調配等等的，它其實可以有很多的系列課程出來這樣子。然後這只是其中一個關於味覺的部分，那個嗅覺的部分這樣。感覺都係本大家一起釣竿呢，就係唔有嘅一個技術，你都可以自己再去運用。對，去發現你菜體有嘛個技術誒，可是如果你不會做這些東西，你又要按到，你底下按到誒植物，你咩唔會用嚟難好。自己就我自己有先去做一些調查，然後跟老師們會討論，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去討論說我們想要規劃什麼課程，因為我們自己不是做線香的，不是做染的，我們也不知道它中間的那個美感跟那個流程，所以就要花很多時間跟老師說，哎，我們希望課程是在4個小時內完成，那我們可以怎麼樣讓學員更快上手？那當然，每一個技藝來說，它都要很長的時間去培訓。我們不可能說你來上過2堂課你就變職人了。但是我們就是有點像是給他一個機會，就是讓他去萌芽。如果他對這件事情有興趣，他就自己會去自學，自己去研究。然後像我們的其他的課程，還有像是那個染的課程也是，我們有做那個圍裙。因為對，因為吃東西就要穿圍裙組嘛，所以我覺得做那個圍裙，然後上面的花的部分也是有那個跟客家常用的一些花，就是種的一些花草去做結合。然後那個染我們還有做那個前面有一個那個是手帕，就是有時候流汗啊，來擦汗的這樣子的，然後每堂課程都有不同的安排跟設定這樣子。還有給做一些裝飾品。這個竹編就是我們客家很喜歡做一些什麼高麗菜乾啊，然後什麼
蘿蔔乾吶，然後都會去曬嘛，會有一個那個網子去曬起來嘛。我們就請那個竹編老師教大家怎麼樣去編出這個竹編網，好，然後再把它做一個比較特別的造型，它可以是變成是一個相框，你可以放個照片在上面，或者是也流行一些植物，有時候會就是直接可以把它掛在上面，這樣子綁起來，就是一個裝飾品。然後都是從我們客家的這種傳統的文化去延伸出來的，所以會比較特別一點這樣子。來參加也都如菜梯的活動，對，就是跟社區，我們這一次在六龜，因為六龜有幾個客莊啦，就是從那個新寮、新威、新興，然後一直到我家是在義保六龜這幾個里，那有分就是新寮、新威、新興這邊是早期從美濃、從高樹這邊過來的，就是南部客家六堆系統的，而我們義保六龜這邊是北部。新竹苗栗下來，那時候是因為六龜有那個樟腦的這個產業，從北部下來的，這樣，所以其實就會發現，南北客其實有生活上、習俗上、吃東西上也會有一點點差別。哦，對，就是蠻有趣的。然後，所以我們這一次上課的場域就是有好幾個，在那個新威這邊也有，然後在我們義保這邊也有，大部分就是在地的這些叔叔阿姨們一起來上課這樣子。對於呢，我上亞德課也是跟平常會上到的真的規模不一樣，真的很不一樣。然後他們也一開始我們也很怕說這種課程會不會太複雜，因為在六龜的社區，其實通常他們的關懷據點的課程都是比較多體適能的，靜態的講座這一些。那我們這個其實你不要看這個看起來好像很簡單，他都也很用力去拔，然後去編，然後像我們上那個木工課也是，那個都要錘，對，然後那時候就想說會不會他們覺得這個課程怎麼上完很累這樣子，還有陶藝課也是，全部都是手捏陶，所以就要先敲打把那個陶土把它打鬆嘛，然後去揉它這樣子。那後來上完之後，其實也發現長輩們覺得這樣也不錯，剛好也都有一些動作這樣子，伸展一下筋骨這樣子。我說一開始喺設計課程的時間，你常常都係因為菜地係老人家好多，我說我適合也得老人家可以做的事情。對，因為還是會考量到，老人家可能你要他們站很久也不方便，然後再來就是如果那個東西太大，也很難，所以我們的盡可能是設計是比較小一點的，然後是可以坐着操作的，不然你站30分鐘、40分鐘，我們其實就已經覺得腳會有點酸了，然後膝蓋可能也不是那麼好，所以就盡量都是可以坐着操作的東西為主，這樣子。有像按你中生代的，也算夠後生的，也是有這是大概佔1/3啦，2/3都是比較壯年，大概50以上的。最高還有80幾歲的來上課，對，然後就是他們這個就會回歸到六龜這個地方的年輕人口比較少，大部分青年都是到外地去工作了。但是我覺得其實這個也是一個特色，就是我們是以就是銀髮族為主要的設計那個課程的學員這樣子的一個目標啦。那再來就是回歸到現實面是，如果社區的老人家們他們對於在地沒有這樣子的認同跟這樣子的參與度的話，其實我覺得那個做社造也沒有什麼意義。如果只是為了說要有亮點，只是為了說在那個活動很像很多人來參加，但是沒有回歸到在地，這些東西是在地居民有感的，我有參與過的，然後我在這課程中我學到了什麼東西，我覺得這才是在做社造或地方創生最重要的一個意義啦。我按你想來講個去貼片呢，因為大部分都在求 KPI 嘛。如果年度個好其實冇嘛，我想到講，捱菜天然的比例有一度，有一塊東就係像大用嘅煙火嘛，如果年度有新聞，有採訪，嗰種都有 KPI，嗰種做下幾好嘅，如果好嘅塊東，咁這個中間會有掙扎吧，因為
假使俺愛過出沖菜梯，當然如果像講誒，俺老人家如果個多，來參加的亮點都冇按多，你這個掙扎是如何去平衡？我後來是覺得，應該它可以變成是相輔相成的。比如說觀光公司，他們擅長的可能會是辦大型的這種，所謂有可以引流很多這樣子的一個流量進來的這樣子的活動，那個可以在社造的最後的時候有一個這樣子大型的活動出來，讓民眾可以看見，這個地方的一個成果跟亮點，然後可能可以是演唱會啊，或者是可以是什麼市集的方式呈現，但是在它初期應該就是由在地的社造單位，或者是由類似像我們這樣子在地的人去發起企劃的一系列跟扎根有關的，跟在地文化有關的，它這樣最後才會轉化出一個大型的活動裡面的骨架，而不是只是變成說它會變，而不是這些東西變成是裝飾這個活動的，對，它反而是應該是變成是它的骨架。那你大型活動裡面就會有 DIY 課程，就會有伴手禮的販售，然後就會有在地的這些社區的成員他們的一些成果展現。那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的配合，那公部門下來的資源也可以被不同單位妥善的運用。那我覺得也沒有說哪一個好哪一個壞，但是就自己在地人常年在經營的經驗，我會是覺得這個可能對公部門來說也是他們比較想要的結果，就是有活化在地，然後同時它又有一個宣傳的亮點這樣子。那那個理念，你提初期而是要一直去說服嗎？其實也還好，因為我算是跟我家裡有一點關係，就是因為我早期我們全家都是公務員，然後我爸爸是圖書館的館長嘛，姑姑是小學的老師，所以我們家那邊生活範圍裡面接觸這些長輩的機會就很多。那因為我們家裡都會常跟我們說一些客家早期的這一些歷史啊文化什麼的，算是耳濡目染，就對這個土地有一點怎麼講，就是會覺得很特別的一個地方啦，會特別想要去研究這一塊。那後來又是因為我自己又是念觀光系的關係，所以就會想說怎麼樣規劃六龜的亮點的景點也好，然後它的一些文化的面向，所以就有小旅行的規劃，然後加上我自己本身又是講師，就會有課程的出現。那跟公部門的部分，其實這次是區公所這邊來就是委託我，然後請我這邊協助企劃的，所以我當初提出這內容的時候，他們其實也都很滿意，覺得可以做出比較不同以往的這樣子的活化的一個計劃啦。對啊，所以一路也很感謝就是公部門文化局啊、觀光局這些的認可，然後讓我可以做這些跟六龜有關的事情。我感覺談下來都係唔該了解菜梯，唔感覺向哪行係錯的。我覺得你的想法蠻明確的哈。不過也會幾好奇，像老師頭都講到的小旅行，按有想法俾一啲菜梯嘅人，以為用嚟規劃，還有呢係作為去採訪田調的小書，係啊也等內容係馬嘅呢，我哋等下聊一下，嗰多種嚟參考講欣賞。歡迎到進來福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有請到高祖鴻先生來同我哋分享，以睇2002年做一個文化行通吼客家語感，佢都有講到非常多目標嘅東西，講總共20堂課，20堂課，哇！然後今天帶來應該就是少部分呢，對，比較重點的。其實如係同菜梯係歸有關係呢，比如講頭都有嘅冇講到如係嘅辦法，如係。可以不用辦法，阿提發才會按。對，其實他就是想說我們早期的盤花，現在就是用紅色那種塑膠盤嘛，但是早期我有做一些文獻調查，發現以前是用木頭的，有點高度的，那我們就想說，那我們就把它還原做成是木頭的，那上面就會做一些彩繪這樣子。除了可以放花之外，也可以放一些點心啊，一些
糖果啊這樣子，可以做一個甜點盤這樣子的概念。頭班人個功夫哦，俺們人家個精彩，用塑膠的，不過追求成發烘嘅。人講品味唔係講愛貴貴嘅東西，都係用嚟去充實我也個畢業，我用嚟係個獎嘅，有可能這個做模，對，吼，也得如果建立對於生活目標嘅感受，對，嘅五感，都係也個意思啊。對，那另外其實我們還有像是那個視覺的話，我們是做那個攝影的課程，就是縮時攝影，就是把六龜客莊的美景拍攝下來，這樣子。哦，搞阿公阿婆縮時攝影。對，但我們就是走到那個百年古井後面那一條，就是整條路，然後老師就帶大家怎麼樣做縮時攝影，就是有比如說勸善堂啊，然後古井啊，一些特色的一些景點，然後錄下來之後，最後是剪輯成一部小短片，像現在流行那種短影音這樣子。那小短片最後是由社區的那個阿公阿婆來錄配音。一人講一句話，然後最後做一個收尾，這樣子。哦，對，對，然後另外還有像是那個聲音的部分、聽覺部分，我們就是去錄收音，去收那個，比如說那個仙人郡的那個水流的聲音啊，或者是說賣甘蔗的那個阿伯他在削甘蔗的那個聲音，啊，或者是街坊鄰居在聊天的聲音。車子經過小巷的聲音，這樣子就是最後再把這個聲音也剪輯到這個影片裡面。對，所以是這樣子比較有特色的。那剪輯完之後，老師就把這個短影音就是給參加社區課程的社區的人，然後讓他們做一個紀念這樣子。感覺上岸的課程無論一到細，應該都過奇妙呢。對，因為也如係我們平常生活的東西，不過我們唔會花那麼多心力去注意。對，不過人家我去溜個上癮，它一切都變得很有趣。對，那因為我其實之前執行過那個貿管處的計劃，我們那時候也跟同一個導演，我們是拍了一部六龜的觀光的行銷影片。然後那部影片其實得到了日本的國際觀光季的金獎，就是一個還蠻意外的一個成績啦。那因為拍攝那個影片的過程，我發現其實六龜很多。漂亮的那個風景，然後有很多有趣的一些聲音，鳥叫聲啊，或是什麼一些這對話，可能你講國語，我講客語，然後他講原住民的話，因為六龜本身就是很多不同族群，那我就覺得，那我們就把它做成是比較社區版的簡單的短片、短影音的方式，所以才會有聲音採集課程跟那個縮時攝影課程這樣子，然後就可以讓整個五感的這個內容全部都可以把它統整在一起。剛5人是6隊人次都按層面，用來規劃嘅小旅行。這個小旅行是因為我那時候我其實研究所的時候念的就是休閒遊憩方面的。那時候剛好文化局有一個叫做作家帶路，作家帶路小旅行，然後帶自己的家鄉，那他們就找我去帶六龜，然後那時候其實我也沒有真的實際帶團過啦，雖然是念相關科系的，大概知道怎麼規劃，那就花蠻多時間先去做六龜的一些街區的一些調查，然後去設計出比如說百年老店啊、百年餅鋪啊，然後六龜的辦桌，然後六龜的一些特色景點，像隧道啊，然後還有像百年古井這些點，就把它串聯起來，然後就規劃出不同路線的小旅行。像這一次客委會的部分，我們就是規劃出那個南客莊跟北客莊的2條不同的客莊小旅行路線，對吧？南客莊就是剛剛提到那個新寮新威那邊是六堆系統的，它有一個百年的古道、百年的古井，然後再往上攀爬，會到一個他們講那條路叫做老人路。老人路就是不是說只有老人可以走，而是他那條路其實是早期他們客莊，如果有人過世了、往生了，他們會棺材是用扛的，然後就會扛走到那條路，然後在那個新威森林公園後面有一區以前的那種公墓這樣子，所以就會說那一條路叫老人路這樣子。對，然後我們也帶大家去走老人路這樣。對，然後北客先是在我們義保這邊是有早期那個紅袞園、池田屋這一些跟樟腦有關的
古蹟、歷史建築，我們會帶他們去走訪。然後另外就是剛剛提到那個100年的餅鋪、100年的老店，然後跟我们跟樟腦有關的一些文史的介紹這樣子。所以就分成2條不同的路線這樣子。啊，你那邊還有去做田調，做出一本小書。對，就是叫客家五感的那個，我們是講那個客家小報啦，就是有點像報紙的方式。那裡面就把我們這一次課程之前的一些調查的東西，還有跟在地的里長啊，跟在地的一些理事長訪問，然後去認識客家的傳統的文化習俗的這些素材，我們都把它記錄下來。然後另外還有搭配一些那個我自己設計的食譜。就是跟客家料理有關的食譜，比如說梅乾扣肉啊，然後什麼一些那個蘿蔔板啊，然後還有像我們早期都會吃的什麼小湯圓啊，這樣子客家鹹湯圓這樣子的一系列的食譜這樣子。哦，味道規劃也很多，前期就會包括去採訪過多年。對。哦，因為我有夠多的累積，讓提供我用的味一個地方設計一個課程啊。因為我們覺得很多東西真的是要從耆老那邊才問得到啦。我們其實去做調查，去研究，可能從書本、從網絡上看的都還是有限。那很多地方他們的故事是必須是由在地的老人家們講出來的口述的。那我們口述完之後，我們把它記錄下來，那這樣子也算是一種對於客家文化的傳承，這樣子。頭頭堂老師講一個規劃案呢，雖然講係1年，不過其實執行起來是非常趕的哈。有一點。你這個做係你最大感觸的嘛？這個是我覺得很謝謝真的社區這些老人家們，然後叔叔阿姨們的幫忙，因為我雖然是身為六龜在地人，但是因為六龜的面積其實蠻大的，你從像我們家是在義保那邊比較偏市區。到新寮、新味那邊開車也都要15-20分鐘，其實距離是蠻長的。那有一些社區我們是真的比較沒有接觸到，那也因為有牽線，比如說我姑丈是是里長，然後他住在新寮，所以很多就是由他去介紹說你可以找誰，你可以找誰。我姑姑是小學老師嘛，所以他就會認識很多我們家附近的這些社區的一些長輩們。那因為其實畢竟做公部門的計劃，你還是要有一個基本的 KPI， 比如說每堂課程你要有多少人參與，有多少比例是在地的這些，那也多虧大家都有小小的動員一下，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都還是有把應該要達成的目標做出來。然後，而且是其實，在下半年的時候，通常很多計劃都是要收尾，所以那時候就會搶學員，然後就是我們這堂課上完，因為大家都要結案，大家都要結案，而且都要排在假日才有人，所以我就說好，我先上這邊，我先上一半，然後我先去圖書館參加那個講座，然後等一下下午再回來，這樣子我們就會讓他們有個彈性這樣子，然後就是真的是很謝謝在地的這些人的幫忙啦，然後還有我們的講師也是。很多都是從台南啊，從什麼地方開車開2-3個小時到六龜，就是上這一堂課，上完之後又要再開2-3個小時回去，所以就是其實說真的酬勞也沒有很多，但是大家都覺得有這個機會來幫六龜的鄉親服務，然後過程中老師也覺得他有接觸到新的素材，比如說做香氛的老師，他說他不知道客家的植物可以這樣子運用，然後比如說做藍染的老師，他也覺得可以用什麼在地的結合客家文化去做一些產出，所以我覺得對社區來講，或對我自己來講，對於講師們來說，都是不錯的經驗啦。對啊，但是還是希望可以時間拉長一點，讓我們可以更精緻的做好每一堂課這樣子。可是按過的時間，可以做到按呢。你自己應該也很驚訝吧？很拼，很拼，非常拼。然後再來就是因為我自己還是有甜點工作室的工作，所以就變成輕重緩急啦。我就覺得好，因為這個也是很難得的機會，我就先自己的一些訂單就先沒有接，我就先專心把這些課程跟
這些伴手禮的設計都先把它完成，這樣子。就哈擺提防風的事情，路邊啊第一優先的啊。對，就去家嘅生理先標準啊。對。咁安尼，你看17年開始，也做誒9年的呢。差不多前後應該有了。8-9年呢。咁你自己會感覺講，一條路唔會常常繼續要用來行啊。因為我跟可能有一些基金會或者是一些協會比較不一樣，我是比較沒有說很一直每年就是一定要做什麼做什麼，我反而是比較依照我自己時間上安排，我可以去調整。佛系經營。對，佛系經營，然後每一個公部門我也會考量說我是不是有那個人力跟時間去執行，所以我比較多都是委託我來做一個專案這樣子的方式。那我覺得做社造或者是做地方，其實這也是一種方式，就是我們量力而為。就像剛剛主持人提到說，我還是要賺錢啊，我還是要養活自己。對，那我還是要有基本的生活開銷這一些。那有餘裕之餘再來做這些事情，那這是我覺得這幾年這樣子8-9年下來的一些經驗啊，而且我自己是覺得還是要回歸到自己本質跟興趣所在啦，就是我還是對於飲食、對於料理這些事情是我真的比較有熱情的地方。那可以透過我的專長去跟這個計劃結合，我覺得這樣子的方式我會比較喜歡。那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單純叫我去執行一個六龜的什麼市集活動、演唱會，那個我就沒有興趣了。對，那個我也沒有辦法這樣子。啱你喺最好嘅示範就係用唔似個彩虹嘅有興趣、有喜歡嘅事情，希望咁樣嚟回饋社會、回饋地方。我感覺可能你可以想一下，我感覺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啟發呢。今日非常感謝龔祖鴻先生同我哋分享安樂故事，多謝。咁接下來觀眾朋友冇轉台哦，談論先生好好運動。觀眾朋友有請許多福氣來嘅面書粉絲專頁網站，還有天眼人嘅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氣來嘅最新消息。